停车啦！开车了。停车！你妈的没刹车下不来？是不是没有刹车下不来？下车啊！看看，你下不来？停车啦！看，没有刹车下不来。快，停车啊！好。你把车子停好不好？你把停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老公亲，老大开车，你看你妈妈怎么开的？你怎么开的？好，好了，我告诉你，让你爸爸骑上。你坐你爸爸车子后面，让你妈妈坐到前面，同意不同意？你同意不同意？同意呀！同意了，排排坐。好，同意了，坐好，坐好点，坐好点。我让你开车啊，先把你娃娃带上，然后把你老婆带上。来，给我开车啊！先把你娃娃带上，然后把你老婆带上，同意不同意？不演的一样的吗？我让你开车啦！他们为大家在一起为大家。再转上一个圈，先把你娃娃带上啊，然后把你老婆带上。你们一家三口溜2个圈儿，哎，好了，小伙子，你站起来，你给我坐车，你坐你爸爸的车的后面，让你妈妈坐起来。你怎么开的？你怎么发生交通事故了？过来！妈的，人没带你老婆，你都说，老家，人没带你老婆，你能发生交通？你可发生交通？这样我大人。妈的还没带他，你都把他要住了。我让他把那个钞票拿来，给谁的？给谁他的？他不要，给你老太太的。我操他妈你老太太的，老太太也不要，你他妈拿，拿不来，不要了，拿钞票，我一会儿你吓死，钞票来。看，我是你，钞票拿过来，今儿我逮着你吓死，给我，还要给他，还是老大爷。我的朋友，你该认识老太太了，你再不要钞票，我杀，要瞅瞅，我杀准2个牌。哇！谁打的？还没带你老婆，他不怕给猴子咬了，爸爸。不会。还没带你老婆，爸爸来这里，来这里噻。过来，干嘛？带我来，他让你好，老板说你钞票去。我让屌都不屌！老家伙，你妈还不让？你爸爸，看着吧，看我家。这猴子都会拿刀。你妈的还拿刀子砍我！你
很酷啊，很酷，真的很酷。搞怎么样？准备下还是给那别个挑来挑去好不好？看就看。啊，师傅，哎呀，师傅啊，给钱。他会说动物的话，真的好厉害，他会说动物的话。我大概看就好了。我拿。下个班长他是下个班长，爸爸。好，一直挑我好不好？我要杀人，你拿好了没有？好厉害！他一直挑我干嘛？要拿来。董事长，他不要，拿来给我。你别小朋友看。谁点击了？万事有样乖呀。哈哈哈哈！晚上大钞票。好，挨个哈，俺给你直接改成。也是吧？大傻瓜。晚上